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6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疫苗佩戴有约注射率大降，指挥中心即马开放民众会当直接去病院注射站来做 AZ 甲 BNT。美国辉瑞药厂宣布讲，新冠病毒药啊研发成功，正咧准备申请紧急授权，预计年底就会当量产。屏东潮州逐档拢办赛新鞋比赛，今年是一只347公克泰国鞋拍破上重的纪录，得到冠军。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苗的注射平台有符合资格，不过实际有去预约的民众是愈来愈少，尤其是 AZ 疫苗预约的比率剩5成，创新高纪录。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疫苗的选项变多。即马除了透过预约平台，也开放民众会当直接去病院或者是注射站来做 AZ 甲 BNT， 希望民众拢会当赶紧去注射。第13轮新冠疫苗预约注射率落低，为了提高注射率，指挥中心公布全面开放 BNT、AZ 疫苗注射对象，其中 BNT 疫苗只要满12岁以上，第2剂计至少4礼拜以上，无伫预约平台预约也会当做 ；AZ 疫苗只要满18岁以上，原定第2剂规定计满10礼拜，改做8礼拜以上都会当做。预约平台跟这样子直接到医疗院所来施打或快打站来施打，就让大家的方便性增高，会让有一些有时候不方便的人能够及早来施打。疫苗陆续到货，册内暗阁有59.4万剂 AZ 疫苗来台，统计咱国家己买1000万剂 AZ 疫苗已经到货712万剂。验过指挥中心讲，就惊做备完保费加上这批疫苗，后期到11月30会提前伫第14轮就开始使用。实际到诊所观察新冠疫苗注射的状况，发现注疫苗报道率其实无低。不过医师表示，虽然逐工平均会当注900人，不过也是有人无来，逐工暂载量大约有1成。有些病人他也许因为他生病，他这一剂不能打，他要过一阵再打，不会使用电脑，或是他改过身份，他没办法及时的预约到。指挥中心表示，第14轮会有莫德纳疫苗以第2剂为主，暂时无开放注无安排。另外，敢是有注第3剂的规划，强调目前国际做法，第3剂甲第2剂计6至8个月，咱国民众现阶段以注第2剂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带病入境无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另外昨有增加1个本土个案是印尼看护。指挥中心今仔日表示讲，虽然伊第1摆采检是阳性 ，CT 达40，不过第2摆、第3摆采检拢是阴性，其他接触者嘛拢验阴性，所以判断讲，这个印尼看护并无确诊，伊暗号也会抬掉。国内初到新冠疫情，国际新增加2名病例，零本土零死亡，2例拢是境外移入。分别来自美国甲印尼。另外，初步新增加1个本土的个案，案例16547，印尼籍30多岁女性，登记伫台湾工作，伊采用 CT 达40，并且列出接触者7个人。不过，这个印尼籍女看护并无任何症状，经过复检结果公布，23采 PCR 拢是阴性，7名接触者也拢是阴性，血清红抗体也是阴性。这个16547视为排除感染，所有的接触者就可即刻解除居家隔离。最近有关今年回乡防疫旅馆无够，甚至有民众反映，返来台湾检疫，预定新竹市某一间饭店，发现这个饭店不是防疫旅馆，不过早已经被停权啊。房间介绍也比平常时较贵，对一间5800变做6800。业者澄清，不是讲起价，强调过年期间本来房间就较贵。春节的时候，在营运的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提高这个一些价钱。业者讲，正伫申请12家正做防疫的旅馆，新竹市府强调已经受理申请，不过也未核准。这种合法的防疫旅馆清单只有12间。针对这样的部分去加以取缔或是处罚。美国友台参议员卢比欧这人提案，每年资助将近代票3800万，伫 AIT 设立台美团练一边监控中心，打造防疫共同的电线。指挥中心是乐观其成。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有更多的资源来挹注，那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另外，11月中防疫最快是不是要都放宽？指挥中心回应会随时来检讨。卖场市场是迫度来开放试食，有关友台经济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台办昨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甲外交部长吴钊燮3个人是台独的蛮皮分子，禁止因出入中国、香港甲澳门。不过游锡堃煞表示讲，伊感觉真公平。
吴钊燮讲，有真侪人怨倒伊会当伫名单内底，伊会继续为民主自由奋斗，才袂对不起这个公营。那陆委会是强调讲，若有必要，台湾也会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5证实，将依法对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禁止本案甲家属正伫中港澳地区逐步允准关联企业甲金主伫中国牟利。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另外外交部长吴钊燮等3个人，会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对我来讲，我引以为荣，因为我一生就追求民主嘛。中国那边怎么看，我还是不会受到影响。那游锡堃表示无受影响，当咧隔离中的吴钊燮，伊推特表示，真侪人因为无放认证感觉怨妒，伊为了配合对这份私刑，会继续为台湾民主甲自由奋斗。驻特代表谢志伟也伫面册抗议，要求中国随将伊名报入去。另外立委拢表示，红点名只会感觉公平，袂惊吓。他们视为敌人的人，当然会被解释成民主国家的英雄。我政府将依照事态发展，严厉针对中共对台不友善人士及相关单位，采取必要反制作为。陆委会表示，中共最近以来，除了对台武力威胁，搁操作清单，这种想要制造一连串好行的恶质甲无友善行为，再引起国际社会反感。台湾人民国家已经看清，绝对袂妥协，将会坚持反制甲防范措施，确保国家安全甲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即马全力备战4大公投，为中到地方动员大批人力宣讲。今仔日去到台中，副总统赖清德呼吁大家一定要当4个无同意，才会当帮助台湾继续向前行。那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政府不管是推动防疫、甲经济成长，拢拼出好成绩。苏贞昌批评国民党内要推动公投，害台湾未进步倒退行。国民党大动员。带民众大声喊4个无同意，就是要催促公投的无同意票。公投脚步哪来哪紧，连夜启动全台大宣讲。初六来到中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讲4个公投案若讲通过，连贯政策就会行回头路，台湾的经济也向调着行袂出去。袂当向前，咱以后咱的行顺要安怎？国际竞争呢？咱今仔决定性影响着未来咱子孙的前途啊！台中开港的第一站，到选伫台中大甲，对比前2站的单边会罢免案，亲像有向南亚比拼的意思。行政院长苏贞昌徛伫电视墙头前，讲到政府的成绩单，强调伫防疫甲经济成长拢有好成绩。对国民党提出的公投案，佫较是火力全开。你袂做，佫看袂到人做，人做较好，你就剩一步会晓乱。用安尼乱入安尼，乱甲袂看口，全世界报出来，讲台湾的国会即落水准，台湾的立法院即款样，安尼敢毋是下死下贱？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公投案若讲通过，将会变做台湾的规矩，呼吁用4个无同意票展现民意。另外，副院长伫中台湾火力全开，一天来伫台中开几啊场的宣讲会，并全力冲公投的无同意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是主张讲4大公投爱当4个同意，不过国民党依然县长林姿妙昨煞表态反对核市场停放。南洋的党内意见敢有冲突的？朱立伦表示，关沙马政治甲公投北大选，这2个拢是国民党的提案，全党一致无问题。那另外2案会尊重大家想法。不过，前总统马英九认为，国民党应该爱甲林姿妙加强沟通，找出共识。您支不支持？您同不同意核四重新商转？没有安全，就没有商转。为了我们宜兰县民的健康，我们呢就是反对我们的核四。宜兰县长林姿妙清楚表态反对核四重启，开出南亚县市长第一枪，因为国民党主张4个同意票，核四议题客户内部出现分歧，核四所在地的新北市赶快属于国民党籍的市长侯友宜，面对提问3度表示尊重民意，无要讲敢要支持。公投议题不应该是2元对立。应该是充分的讨论，让民意来展现。
南亚电访出现无共声音，敢是沟通无顺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澄清，反来的公投白带伞是国民党的提案，这是全党一致。也毋过前总统马英九认为，应该爱甲宜兰县长林姿妙沟通，甲党主席朱立伦的想法无共。另外2个案是民间团体推动的，我们表示尊重，也以协助的态度，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很清楚，2个才是我们党的案。国民党应该去跟林县长也沟通一下，让他了解，如果核四不重启啊，对于我们能源的安全还有缺电的情况，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马英九认为，电访首长较关心电访上的基地，对于全国基地的熟悉程度较差一点啊，应该考虑全国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派前立委林静怡出战。林静怡今仔日也甲陈碧仪同台替公投催票拼声势。若讲到国民党要派什么人出来呢？虽然严格到打拢还未表态，不过国民党也继续沟通，要找出上适合的人选。到庭徛台替公投提出无同意票，投入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前立委林静怡，也佮被罢免的基进党前立委陈碧维互相来加油。另外，做到这期新闻有防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小组的委员，就是定定发现，卫福部长陈时中正式已经准时。林静怡表示，主动请辞是要避免政治干扰。政治的干扰会影响到我们委员会应该有的这一个中立，以及影响了委员会整个的运作。另外，被罢免的基进党前立委陈碧维表示，选来全力为林静怡来辅选，强调中立选区已经不是较早的政治铁板。铁板也是稍微有点凹陷的啦，我们不是没有赢过，我们证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证明过不是铁板一块了嘛，还要怎么证明嘛？国民党连选方面，到即阵也未决定，也予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表示真伤脑筋，虽然是因为款情尴尬，不过即阵是也未得到这个回应。人家们还蛮客气啦，又被媒体这么抹黑也好，还是说了一些不是真实的话，那地方当然了。你也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当然要慎重的来考量嘛。林美玲表示，感觉在地方的服务是真深，即阵也伫沟通中，也无放弃找更加适合人选。小马希望在15进前，经由党内机制来决定。另外，已经独立宣布参选的立民幼儿园园长林金莲，结果进前也未有进一步的回应。不过，初时宣布参选时，已经展现要来对抗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辉瑞药厂初时宣布讲，因研发出对抗新冠病毒的药啊，而且试验真成功。即马当咧准备向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紧急授权，预计年底就会当量产。那美国感染医学专家也表示，这个突破性的进展代表疫情走向结束。美国辉瑞大药厂在新冠疫苗了后，搁再研发成功治疗新冠的抗病毒口服药 Paxlovid， 因以1219名中度甲轻症新冠患者所进行的实验显示，出现症状了后3天内底食药啊，28天过了后食药啊实验组只有0.8派患者也是需要住院来治疗，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达到89%。The very high efficacy comes even to us as a surprise, exceeds our most visionary expectations we had for that. We are jumping immediately to see what more can we do in manufacturing supply. Right now, what I would say i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a vaccine preventable pandemic. Where this drug brings us is a little bit more closer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pandemic. 辉瑞这款的新药是将2倍酶的抑制剂，作用是阻断病毒复制所需要的酶，配合低剂量的既有抗病毒药物利托那韦，会在体内停留较久，进而降低病情。完整的疗程是5天，每天食2摆，每1摆食3粒。辉瑞讲会赶在感恩节进前，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来提出申请，紧急来授权。预计年底会使投入量产。消息一出来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初5随即宣布，已经向辉瑞买几百万剂。If authorized by the FDA, we may soon have pills that may treat the virus of those who become infected. We have already secured millions of doses, and the therapy would be another tool in our toolbox to protect people from what the worst outcomes of COVID.
除此以外，拜登政府也已经向密山东来订买170万人份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Molnupiravir， 每一份药价是大约700块美金，相当大票19600块。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台湾伫 Caribbean 的邦交国海地，因为当地乌岛、风索港口挑工阻挡配送欠药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有一寡病院、学校、大众运输停业。即马银行协会也宣布讲，为后礼拜一开始会缩短营业时间。海地首都太子港过去一礼拜以来，少数几个要油因开门营业的加油站，拢是安尼排队排真长的情形。有一寡所在一加仑汽油甚至袂到15块美金。无论是骑奥多麦的人、各行各业的头家，甚至是警察，拢爱四处去找油。真侪人为着一桶油，拢爱排队排几啊点钟的时间。3-4 jours que m'a levé à 2h, 3h du matin, je vais dégasser, je vais il fait trafic moto ralenti, il fait camionnette ralenti. Ça pas choisi de poser camionnette, il va lâcher gaz à $400 à terre. Camionnette là coûte 15 gouttes, il monte 25 gouttes, il monte $10. 伫部分的病院、学校、甲救护车以及大众运输停业了后，民航协会初五宣布，下礼拜一开始营业时间会对原本的6天缩减至做3天，下晡会提早来关门。总理亨利顶礼拜表示，海地无欠油，并且甲箭头指向乌邦，因封锁拄准炼油的港口，甲油罐车的司机甲伊抓起来，挑工来做了油料配送。至少是乌邦对外宣称，即个总理亨利落台，伊马上就来解除这个封锁。Pas de autorité. Ça veut dire qu'ils ont fait, ils ont fait. Ils ont fait manifestation, ils ont fait. Ils ont bloqué le pays, ils ont bloqué. Bon, qui est-ce qui est seulement Dieu qui a dit un mot pour nous? Nous n'avons personne qui a dit un mot pour nous là. Dans ça, nous est là. 加油站协会理事长也有政府的官员连续进行几场会议了后，也是无都讨论出结果。经过这场炼油的危机，未来几天也继续恶化落去。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关心在地消息，苗栗有一个6岁囡仔拢无注册读册，社会处甲警方去关心，发现这个家庭阁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失踪。追查了后，才知影讲囡仔敢若是互爸母虐待死亡，带伫树林内底。这对粗残的爸母煞继续领饲囝的补助，即卖囡仔的老爸已经受压禁见。检警一家人开着照片顶，摕着乌土工具，伫树林内底找着大尸体所在开始挖，发现一个囡仔的骨头。苗栗县一个2岁4年的查甫囡仔，去年敢若互爸母不当管教死亡，也互老爸伫上班的所在分的树林大尸体。爸母是继续领药力津贴，检方依照杀人诈欺、遗弃尸体这罪嫌，侦办囡仔老爸受压禁见。1年这个老母伊个要生仔，检方下令限制居住。在男童死亡之后，他还有持续诈领这个育儿补助，好，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分涉犯3个犯罪嫌疑重大，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有囡仔甲其他3个兄弟姊妹，互集拢设伫桃园。桃园民政局对有4个囡仔以上的家庭列做主动关怀户。今年5月下岗去关怀，发现户籍地只是照地址寄户的，了后查出6岁阿姊已经到要读初年岁啊，也未注册就学。经由警政系统掌握一个人是住伫苗栗。通报苗栗县政府社会处甲警方到场，发现厝内底只有3个囡仔，家登记户籍的4个囡仔无符合，照这名案标出来。小孩如果是6岁以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社工人员都会提高我们自己的敏感度啦。就是6岁以下本来就会有一些脆弱的意识在。排行老3应该是2岁的孩子，状况不明，所以就报请苗栗地检署跟苗栗警察局妇幼队来侦办。这个人一直到今年9月拢有请领药力津贴，9月领13500块。社会处即阵已经紧急安置3个囡仔。这个案件凸显0岁到6岁囡仔保护有疏失，除非是高风险的家庭，儿童虐待家暴关怀户，若是无注射，也有就医就学的记录，难以将囡仔下落。其实只要预防针没有打，现有的机制其实卫生所那边是应该要去追的。那如果有中低收入户的这个就是津贴的话，其实社工就有介入的机会。苗栗县府社会处表示，囡仔读小学进前必须要注20剂次的疫苗，若是无注射记录，卫生所会主动来关心。立法人民认为，若是囡仔无注有风险，政府应该提高警觉，也支持政府的主动关怀，应该普及到所有新成立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礁清区顶个月底传出枪声，警方抓准是有人伫暗时咧刺枪。
到现场所发现是4个查甫人咧掠青豆丁，其中有一个人的牌仔内底有空气枪、二氧化碳的钢瓶、甲塑胶枪支，互警方移送侦办。你咧创啥？几个查某暗时要10点伫草丛内底一直冰吹，看起来有一点仔可疑。高雄鸟青的山区，顶个月29号暗时，有民众报案，讲听到枪声。警方局是有人伫山区刺青，到现场了后发现有4个查甫受当地朋友的委托，伫遐掠绿鬣蜥。以弹弓朝远方弹射，于远景查证身份时，从在场一名萧姓男子的身上背包内，隐约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柄露出。那萧男交付空气枪及背包内 CO2 钢瓶及塑胶弹。炸空气枪来掠绿鬣蜥，互其中的萧姓男子防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不过高屏地区的绿鬣蜥数量这几冬确实一直增加，造成生态甲作物的破坏。但高雄今年就掠到超过5000只，但农业局也是无建议民众家己掠。我们不建议民众自行移除绿鬣蜥，因为绿鬣蜥有尖刺，随意的移除的话，可能造成它的族群的扩散，更增加这些搜捕的这些困难。农业局建议民众若是伫徛街也是公园等所在发现绿鬣蜥，会使通报市府，由农业局指派专家去掠，以免民众家伫掠的时阵无适宜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屏东的泰国虾产量伫全台湾排头名，潮州的勇士号就占全权的4成，公所逐档拢会办赛新虾比赛。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活动延期，不过也是有真侪勇士号开档本来饲这泰国虾，就等要比赛拼冠军。347，哇！大只泰国虾放放伫饭仔顶，347公克的重量，互伊赢得冠军也打破上档纪录。一年时间到，我就饲较大只。屏东泰国虾勇士号大约4800号，潮州就占4成左右。顶公所3年前开始办赛新虾活动，互勇士号将家己饲的虾啊，再来比重量大小。不过今年因为疫情5月要办的赛新虾一直延到当，然后一只有冠军上的大只虾提早变成料理。一只大概300公克。还有在长度大概40公分的巨虾，因为整个比赛活动延迟以后，它那只虾子就煮掉了。有人等未到活动上班，有人无惜着成本捞虾收天。今年受疫情影响，餐厅吊虾场目前止，互泰国虾伫5月大出的时阵卖不出去，计销每台斤半大约20块。虾农已经搁拄着天气伤热，虾仔大量死亡，互产量出现断层，想买嘛无一定买得到。大只虾也无卖出去，就无多人排队啊！所以知影人也唔敢放，这都变成断层。虾仔计销亏损，加上赛新虾续办，为落价真久的勇士号提前士气，真毋望疫情会当继续稳定，互因会当生活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是去年接受人工怀胎人数排第3个地区，有医师表示讲，其中伫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员工就占6成以上。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科技重镇，当年创造挖一条的产达。园区内底就业人口有15万人，其中20到39岁有89000人。因为即摆少年人较慢结婚，佮加上工课压力大，生囡仔对因来讲真无简单。大部分我觉得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可能因为压力大的关系，所以相对的造成不孕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生育率非常高的城市，但其实它不孕症的这个比率也是非常的高。医生讲，不孕症患者内底有超过6成是科技人，第二者是老师、公务人员，原因除了年岁。长时间坐办公室，也就是高温的工课环境，嘛是主要原因。越文明的这个都市，在不孕症的这个人口相对来讲会比较多，是跟这个晚婚晚生育、工作压力有关系。好，那因为越是科技重镇，工作的压力，或者是这个想要这个萌生这个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这个年龄就会延后。政府也针对未生的翁仔某推出补助政策，补助对象对中低收入户扩大到所有未生的翁仔某，只要其中一人有台湾国籍，而且女方年岁也未45岁，拢会使申请补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接落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去金门了解海洋保育的工作。我是陈怡静，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